而家我心水嚟㗎嘛，呢個係嘛？嗱，英國冠軍騎師嗰個爭奪戰咧，就會係英國冠軍錦標賽馬作結啦。試下 blind rank 呢幾位咧，都係贏過英國冠軍騎師嘅。第一位布爾學，排2啊，二都好高喎、高㗎，我好中意㗎。好中意布爾學嘅。好中意布爾學嘅。OK，莫艾成咧莫艾成4啊， 4嗱，但係佢今年係帶緊頭嘅喎，冇關係㗎。都係覺得實力爭啲。而家我心水嚟㗎嘛，呢個係嘛？係咁問下你啫，蘇兆輝蘇兆輝5啊，即係低過莫艾成。係明白。莫雅莫雅仲有一位㗎1啊， 1。係咁第大三就係圖理嚟嘅大圖理，冇錯啦。滿唔滿意呢個 ranking？都咁啊。有冇想 swap 咧？如果你想 swap 咁如果咁樣計嘅話，我就會將大圖理擺翻第1嘅。哦，即係你中意大圖理多啲。係啦，跟住就順翻數落去就莫雅、布爾學，明白。跟住就咁不過冇計莫艾啦，blind ranking 就冇得轉啦。係因為大圖理都係勁嘅，佢1994年咧233圈贏冠軍，係1950年以嚟最多嘅一位嚟嘅。